6月7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好沉默寡言嘅人，如果同你唔熟嘅話咧，會覺得你比較難相處。但係同你熟咗，你當佢自己人嘅話咧，你就非常之有人情味。其實你個人好體貼，好識得照顧人，亦都好識得帶領後輩。你唔係好中意一班人嘅活動，唔係好善於主動咁樣同人哋接觸，唔係太識得表達自己，所以好多人咧都唔係太過明白你。喺感情方面，喺愛情當中嘅你咧都有少少酷嘅，有時咧你會表現到一種好成熟穩重嘅一面，而你亦都有溫柔體貼嘅一面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係一位好忠誠嘅丈夫或者係老婆，會捍衛自己嘅私人空間，亦都會有一個好平衡嘅家庭生活。而喺性嗰方面，對於你嚟講，性係一種你可以感受到對方愛嘅一個渠道嚟嘅，你會好享受呢一個性愛嘅時光。但係記住啊，唔好過分追求技巧，要記得顧及對方嘅感受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好似一位師傅咁樣啊，識得一啲好專長嘅嘢咧，就好識得帶領你嘅後輩。工作對於你嚟講咧係好緊要嘅，所以揾啱你嘅工作崗位咧，你就可以發揮你嘅一技之長。而財運方面咧，你都好穩定嘅喎，你覺得工作賺錢去生活咧係好正常嘅事，對金錢咧冇乜好大嘅慾望，所以揾到你可以專注嘅工作嘅話咧，你啲錢咧就自然會送上門㗎啦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冇乜耐性咧去聆聽人哋講嘢啊，你覺得好多人講嘢咧都係多餘或者係一啲廢話。如果真係想更加精進自己，又或者同身邊嘅人溝通得更加好嘅話咧，多啲聽下人哋嘅意見，可以交流到溝通好